因为所谓性别暴力的事件哪来哪增加，除了注意网络的虚拟世界的危险，另外嘛要提防其他人诱骗取得学童的私密影像，强化学生的法治观念。因此，市府今年的性别平等教育周的宣导主题，特别定位防治所谓性别暴力，并且推动全国首创结合 Messenger 的聊天机器人，提供亲师生来利用。很多这个受到性平不平等的这个性别对待的这些孩子啊，这些学生，其实他是羞于启齿，啊，他也许只敢跟最亲密的闺蜜或者最亲密的兄弟提出来，但是你借由这个机器人，你可以避免说在第一时间你很难跟人面对面接触，讲述你的所受到的遭遇的时候，你可以跟机器人讲，机器人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讯息跟如何自保之道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等到你了解之后，你愿意去拨打专线，让专人来为你服务，这样是一种。不管如何，我们都鼓励家长跟老师跟学生一起来运用，因为即使家长很关心自己的子弟，即使老师很关心自己的学生，当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对待，他不跟你讲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还真的不了解。因此，我们很谢谢教育局能够开发这一套软体。在 Messenger 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 Messenger 里面，能够让我们孩子使用。但是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，让这个性别平等教育能够落实，让暴力能够 out， 能够离开校园、离开班级、离开我们孩子的周遭。教育局表示，目前这套所谓性别暴力 out 的聊天机器人已经同步全面来上线，民众只要使用聊天机器人，并且伫4月底进前来填写回馈的意见，还可以参加抽奖送好礼，邀请台南市所有学生、家长、甲老师多多参与，认识所谓性别暴力，勇敢来拒绝甲求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